生活是忧伤、痛苦，还是欢喜、快乐，拢袂要紧。今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伊的殿里，咱就是要来欢喜快乐，要来吟诗而乐，要来伫遮得到伊通过咱的牧者一切，咱是要挖苦耶稣的得胜。这本来是华语吼，我改做台语，咱有唱过，有咱唱过。中间有一寡话，咱注意者，注意者。来，我给咱来学习。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我用你改变。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你是我。主的名，我要宣告，我无罪中等世，是你，我了我的心。我
我伫几十年的做信徒的中间，我的生活是软弱的。我拄着侪面对的作为时阵，我是退步的，我是惊面对遐个做不到的事。你是软弱的，也是讲你伫服侍顶面是软弱的。真侪人心内愿意从体软弱，我足想要来教会服侍，我足想要较听主，总是伫咱的软弱顶面，无要紧，咱要靠主来得胜。请你游的时阵，你游完家己也当伫遐反省，还是讲，佮家己回想家己真做基督徒，你的生活，你服侍到底是得胜甲有剩，抑也是软弱倒退？来，请演最后一个来。来，祖国阿妹。
我前念一遍吼，无惊见笑压力实际，将你如梦骄傲放下，放下，即个放下，看你的主拢无提示，是不是过顶甘愿受死？这毋是就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，会中心会来开人无？伊讲看你的主拢无提示，是不是过顶甘愿受死？是安尼，咱才得救赎；是安尼，咱才通甲上帝个吼。因为真早的神话书吼，我哋准备的时阵，甲读的时阵，真正，互咱得到一段警醒帮助吼。来，咱来唱第三章。来，无惊的笑呀，你是个，将你目光了我把泪。Jesus.